聖經以弗所書1章13節，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。何等寶貴！當你聽到福音，當你聽到福音，係救我哋嘅福音，咁你就信咗耶穌基督。呢個係應該所做嘅事。聽到福音之後，快快信耶穌。信咗耶穌基督之後，我哋就受咗所應許嘅聖靈為印記。信耶穌基督之後，聖靈就內住喺我哋嘅心中，與我哋同在，再不離開我哋。為印記，印記嘅意思就係話，呢個係信耶穌嘅保障，絕對不會失去救恩。印記嘅意思就係話，我哋係屬於耶穌基督嘅。印記嘅意思就係話，呢個嘅救恩已經徹底嘅完成。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